投县政府并员工向经济部申请设置旺来产业园区。园区的服务中心今仔日来开幕，未来将为南投县带来1000通人就业的机会。 南投县政府伫县内起5个无共主题园区，其中南投旺来产业园区服务中心伫今仔日正式揭幕。那今天呢，是我们服务中心正式的揭牌，那也向外界宣告，如果民众有一些相关想要了解的事情，或者是厂商有一些需要服务的，县政府这边都会全力的来做。 南投旺来产业园区以观光工厂和食品工厂为主，未来嘛结合观光，互更侪人来到南投参观在地产业。那我们希望这个旺来园区将来是南投县观光还有产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地点。 希望透过旺来产业园区的设置，互地方有更加完整的发展，嘛会当创造更加侪就业机会。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